Hello， 我係李錦記啦。咁我就同阿 Van 一齊係 Camp Somewhere 嘅主理人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Frankie 啊，我係 AMPM 主理人，同時亦都係東平士多嘅主理人之一。咁我哋係一個做咗2-3年嘅一個戶外露營嘅團體。咁就喺過去嘅1年度時間裏邊，我哋會同大灣區嘅另外一個比較知名嘅團體叫做 AMPM 啦，我哋會喺成個露營嘅文化推廣上面玩得比較close 啲嘅。咁就剛啱好有一個契機，就係識到東平大押呢邊嘅一個露營團隊。咁我哋一齊傾嘅時候，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唔錯嘅空間啦。咁就做咗東平士多呢個 side project 嘅。咁所以喺成個團隊裏邊，除咗有 Camp Somewhere 嘅我同阿 Van 之外，就會仲有 AMPM 嘅 Frankie 啦、咪啦，佢哋2位啦。咁仲有啲係日常運營嘅夥伴啦。咁大概基本上成個團隊就係咁樣嘅一個構造同埋故事咯。因為呢個係我哋一個比較創作式嘅項目，咁佢唔係一個好定性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叫佢做一間士多咁樣。我哋希望喺度會有好多唔同嘅嘢產出。Tokyo Bike 係 AMPM 呢邊係屬於華南區嘅一個代理。因為加入咗騎行嘅概念喺東平啦，所以我哋會將 Tokyo Bike 都放喺呢度做一個展示面，同埋可以同一啲騎友去進行一個交流。Tokyo Bike 我覺得佢係比較主打一個慢生活同埋一個休閒嘅狀態。其實我覺得喺同佢咖啡屬性比較吻合。同埋其實睇翻 Tokyo Bike 過往喺海外嘅好多合作案例，其實佢哋都係會同一啲主打一個休閒啊、輕生活嘅一種咁樣嘅鋪頭或者係品牌去做交互嘅，所以我覺得我哋做呢個品牌嘅其中一個點都係睇啱佢哋嘅調性。其實廣州騎行文化，因為我以前比較早都玩死飛啊、小輪徑，可能玩得比較早，可能10幾年前開始玩，咁係見證咗好多唔同嘅小嘅群體嘅一個興衰啦。咁而家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時間段去再去將騎行推返出嚟，因為而家好多線上平台去對線上線下交互呢樣嘢係做得比其實以往都好嘅。咁更加多唔同嘅群體，即係包括年齡層或者係唔同嘅職業層，佢對騎行佢其實會有一個唔錯嘅一個推動。咁雖然廣州嘅陸道建設其實係我理解仲係唔係太友好喺騎行呢方面，但係我覺得包括所有嘅即係騎行用家啊，其實佢哋如果係對騎行文明啊或者出行嘅一種態度同埋去宣導咧，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政府或者其他嘅用家係有睇得到，會更加好去將呢個文化慢慢去再帶起身。其實都係頭先講開嘅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其實會見到，包括我哋親身去參與到去一啲，譬如我哋舊年11月去日本嘅一啲本土嘅騎行啦，同一啲大嘅騎行文化嘅品牌啊，或者係組織啊，一齊去做過一啲嘗試。咁但係呢啲嘗試其實我覺得係要落地喺國內，就唔係話照搬咯。咁可能係我哋要消化咗佢嘅內核嘅一啲好玩嘅地方，跟住放翻喺廣州又好，廣州又或者放翻我哋周邊又好，去嘗試去做一個中國或者適合我哋身邊玩騎行、玩陸籍嘅朋友嘅一啲實際嘅可操作嘅一啲辦法。咁東平士多更多可能喺前期就係會做呢啲嘅嘗試，
就係將一啲佢哋 text 過係好玩嘅嘢，做一個我哋廣州嘅版本啊，或者同廣州嘅消費者朋友一齊去互動，去做一啲案例又好，去做一啲實驗又好。咁呢樣嘢其實係未來會做嘅一啲事情。騎行嘅 cafe 或者騎行嘅品牌店鋪最大嘅唔一樣嘅地方係佢會將呢度變成一個騎行嘅接合點。咁我哋更加會提倡一件事情，就係話單車本身回歸到佢係一個出行嘅工具，係一個好嘅出行嘅生活方式。咁呢種方式實踐到去而家嘅生活裏邊，佢可能更多嘅唔係一個點對點嘅交通工具，嗰啲可能係電雞啊，或者係共享單車去完成嘅一樣任務。咁我哋更多係有一部自己屬於自己改裝好嘅單車，應該攞出嚟去深入去睇返成個城市嘅一啲探索咯。因為汽車或者步行可以睇到嘅嘢可能會更少，或者可能係更點狀嘅。單車佢會傳嘅過程會更友好，去探索到更多嘅地方。可能半日時間20-30公里可以將一個城市嘅某一個片區可以好徹底或者好深入咁樣去體會得到。咁其實有唔同嘅維度，可能係郊野啊，可能係文化啊，可能係唔同嘅層面嘅一啲嘢。咁我哋可以通過單車騎行嘅方式，去睇到更多元化或者更深入嘅呢樣嘢，可能係我哋未來會做更多嘅呢方面嘅嘗試。